inequalities 嘅題目，咁問咧呢三條嘅式咧邊一條啱咧？如果已知 A 係大過 B 嘅，最簡單其實就係第三式，因為第三式咧左邊咧係 AB 減 A， 右邊咧就係 AB 減 B， 咁 A 大過 B 咧就可以推到咧負 A 咧就細過負 B 乘負1啦，左右兩邊。咁於是咧一齊去加個 AB 咧，就會得到咧AB 減 A 就細過 AB 減 B。咁而呢一個咧，亦都即係話 A 乘以 B 減1細過 B 乘以 A 減1。第二句咧係錯嘅。嗱，我哋有 A 大過 B 啦，咁我哋只要將左邊同右邊咧都各自去乘個 AB 咧，咁左邊就會出到 A 疑似 B， 右邊咧就會出到 AB 疑似。個問題咧就係、究竟中間呢個不等式咧係大過定細過咧，就會視乎咧 AB 咧係正數啊定係負數。咁因為 AB 咧冇正負嘅限制嘅 ，A 乘 B 可以係正可以係負嘅，咁所以咧第二式咧其實係可以攞大個，亦都可以攞細個嘅。咁所以佢話 must be true 咧，咁第二條式咧係錯嘅。咁啊，第一句 A 3次大過 B 3次咧就係最難分辨嘅。咁建議咧其實就最好就記得呢一件事，記住如果 A 大過 B 咧 ，A 3次係必定大過 B 3次嘅。咁啊，不過即係喺呢度我都會解釋一下啦。咁有唔同嘅方法去解釋嘅。嗱，其中一個解釋咧就係考慮我哋 y 等於 x 3次嗰個圖 ，y 等於 x 3次嗰個圖咧係咁嘅樣嘅。咁喺呢個圖嗰度咧，我哋會有一個嘅特點嘅。咁咧就係佢嗰個 graph 咧一路咧都係向上，我哋話佢係 strictly increasing 嘅。咁就係咩咧？就係個 x 越大咧，個 y 就越大。咁所以咧，你譬如個 A 同 B 你隨便攞兩點，譬如呢一個攞 A， 咁攞 B 咧就要喺佢嘅左手邊啦。咁 A 3次就一定係高過 B 3次嘅。咁啊，不論呢個 A 係正定負啊咁樣咧，或者 B 係正定負都好啦。大啲嘅 A 咧就會即係 A 大啲咧，咁 A 3次亦都會大啲嘅。另外一個嘅解釋嘅方法，我哋考慮咧 A 3次減 B 3次。咁 A 3次減 B 3次咧，可以寫做 A 減 B 乘以 A 2次加 AB 再加 B 2次。嗱，呢條式咧就而家嚟講咧，佢就已經喺個課程範圍之外。咁但係其實咧，我哋如果讀到 polynomial 嘅除數咧，咁我哋其實都可以做到即係呢一件事出嚟嘅。咁你可以即係乘一乘佢啦 ，A 乘以 A square 加 AB 加 B square 減 B 乘以 A square 加 AB 加 B square， 咁就會得到 A 3次加 A 2次 B 加 AB 2次減翻 A 2次 B 減 AB 2次再減 B 3次，咁就會得到 A 3次減 B 3次。好啦，咁啊呢一個咧，我哋可以寫做咧 A 減 B， 咁啊然之後咧就再乘以咧就係A 減 B over 2嘅2次加呢一個3/4嘅 B 2次。咁呢個其實係做緊一個 completing the square 嘅。咁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呢度咧係有兩個 square 相加。咁 square 就唔會係負數啦。咁可唔可以係0咧？咁樣咁啊，如果我哋需要呢一個係0嘅話咧，我哋需要 B 等於0。跟住咧，我哋需要 A 減 2B 2/B 等於0。咁如果 B 等於0咧 ，A 減2/B 就等於0咧，咁即係 A 咧都係要0。咁即係 A 要等於 B。咁題目話咗 A 係大過 B 嘅，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唔可以等於0，即係話佢一定係正數。咁因為 A 減 B 係大過0，因為 A 大過 B 啊嘛，所以呢個咧又係正數。咁所以兩個相乘咧 ，A 3次減 B 3次咧就係正數，所以 A 3次咧就會大過 B 3次，所以第一句咧係啱嘅。咁第一句咧要去解釋咧，其實都比較困難一啲嘅。咁所以咧都係會建議大家咧記住呢件事。如果 A 大過 B 咧 ，A 嘅單數次方
就大過 B 嘅相同單數次方，即係話 A 嘅3次會大過 B 3次，A 5次會大過 B 5次啊咁樣樣。